加那，嗰一行来讲不图加那，伊所达过啊，所做的物件，直直做伊心直直恶毒。不图加那是虾米？伊是安尼，伊是平常人，伊达过所行的路是唔叫的路，也唔叫的路，伊这心的毒直直加。Defilement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nd then more and more 了，直直毒直直加。結尾砰落啲無間地極，無間地極上帝青上帝快100,000年，and 100,000年燒，佢哋無足金燒邊未變足金，較清氣啊，噗，伊要來做人，特別因為伊帶着地極上久了。伊早一地嘅興起來，所以今日伊來出世啲世間，你看啦，聖地上嘅鬼啊呢，按照講就淡薄話呢，你做起紅間呢，你上個鬼啊呢啊，你有時冇命，你上個鬼啊呢樣啊，幾粒數，幾粒呢，你就甲你這樣拍，用卡卡，用啥物？按照上個鬼啊呢，伊把你鬼來出世，唔是上個鬼咯。所以啲地極出來，你蝦米說啊？伊大啲地極開久了，唔得講，伊早一地極嘅醒來了。所以人今日若是聽經了，會曉直直做好，對父母有效，對會曉保持大量，對會曉節儉啊！你看你節儉了，還是你受戒？你無受戒嘅人，若幫甲你，搞啊啦，做要死啊！死了我唔敢啊，我做可以吹又，還沒事，關事了。這邊我打，邊我打，我真係準哦，打來打去我真係準。所以這個呀，就是一無主備，所以你直直訓練，對人直直變。你看頭你受戒嘅時，要去。點知受戒啊？冇，搬落去手起了，要拍了，特別搬落去 break， 摩托車有 break 啊，這就是一訓練教育，課較關了啊，忙加啦，好你食淡薄啦，我做保士好你食啦，真正好啊，所以這個你看這個不圖加那也這個惡嘅行真正強，and then 直直嘅，聖地直直嘅，貪心直直嘅，貪了為佢第一直直來，and 你蝦米數，and 你伊尋找這個死嘅鹽水啊 flood，這個死嘅 flood 嘅經我捌講了是無？這個我免講，這個死嘅鹽水是啥物啊？略見嘅享受，達人真調。我愛看水，我愛味香，我愛聽好，我愛食好，我愛望爽，我愛想好。這個就是略見嘅享受。第二項，漸愛出事。真正這人都唔會講，死啦賣出事好無？媽哦，我個愛出事啊！即老咗愛來出事。第三項見 views， 我相信安尼路，你相信路唔對，你還唔對，然後伊你講我該對，你該唔對，然後人就拍。信，這個叫對信，and 第四項對義氣，這個有啲你人聽來聽，死嘅叫做死嘅鹽水。金絲蘭大啲這個苦海 ，and 不圖加那，大概我講有兩款嘅不圖加那，這款嘅不圖加那，上個睇哪路看，就這你過來聽經，聽咩經啊？你空看嘛，佢聽書我攞是山單位，來鐵頭麻竹上好啦，免啦來啦，這個就是正不圖加那黑暗，無看到光。嗰一回不圖加那，我真正歡喜大山卡，
伊毋是谈了一个罗汉、二个罗汉的人，特别伊行的路 ，practicing hard，developing tendencies， 伊所做的物件，伊要靠伊心关系。几个查某我知，逐个见那是非常来，伊要来保持，伊要来保持，啥物事伊要做？你看，咪都是单日人来，有个查某单日来到，啥物事伊要做甲互伊关系。啊，莫话讲伊谈着即个关系性 tendencies，and 即个 tendencies 啊，好诶大量自卑，即个啦要看成伊福气即只咯。白日伊来出事无坎坷，白日伊出事撞来撞去，毋使撞着，毋着先生，叫做伊莫去浪着小人，伊爱有当着贵人。一个人爱做好啥故事，我爱做好，我去浪着小人，伊叫我拍心肠，我拍着300只，我一本册，一只3年。100只300年哦，我唔知哇，真正好咯，我做好300年，所以这个改良唔着咯。所以今日就是讲啊，这边有2个不出家人，2个平常人，一个是黑暗，无爱听经，老弱个白鸟走马，也是暗暝啉酒，也是去乱做，渐去乞丐，就安尼样。一般住伫这边大山骹，渐来听经，这个就是敖的人。女人还未对，还未够热，特别直直听了爱直直改，直直对。后时你较好过这时了，所以这个就是讲不出家呐。第2项来讲啊 ，without who is without regard for the Aryas。因为啊，有个人坐了，伊有谈了1个、2个，伊有谈成个的人，伊有来去讲经互人听。这款的人啊，后大啦，莫去听，伊连睬都无。这个就是讲啊，伊对这个成道了的人啊，伊看袂起就是爱。所以这个就是讲，伊无理解阿里亚去听经去讲经，伊无这个人唔通讲，我是讲我家己啊，他等人去思想讲，我是照经讲的啊，人唔通讲啊，自然我讲伊阿里亚无影的啦，这个是安尼，伊讲啊，这不当讲的，讲啥物啊？阿里亚是佛教的讲声，就非常去讲经。连菜都无，有诶讲菜都无，不要紧讲配烂。安尼我看着回想，好来炒一只配，好来炒一只配，好来炒一只配，啊，就一个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伊看袂起啊，人伫修行，人伫做好。因为啥物事？这阿里啊，不咋讲啊，你若是有尊敬伊。你去听伊讲的话，因为伊人啊离开这个心的垃圾，真正远。啥物事伊离开，伊人坐闲了，伊人的三毒贪嗔痴，真正无了。所以你离开这个三毒，所以你应该人若是无啥物三毒了，你应该要听伊讲的话。而且阿里亚，这就是讲啊，谈了的人啊，伊是未失败，会直直进步。安尼款的人，你就要做朋友，甲伊要听伊讲，要看伊做啥物，你就要对伊。Make his action as a living example。example 是安怎等人话了啊？比如啊，譬如，你看伊安怎行，安怎对，咱要摕伊个咧，用来做类披露。按不得个讲，这阿里亚啥，今日你保持伊功德袂晓算。你看一条经不得讲啊，今日你来看到一只狗啊，
狗母无人饲的，但你看到个灵宝宝，讲哎呀，你看这只狗极善啊，你去缀一半饭，那也去食，可以食啦，极善啊！安尼样的功德，不得讲啊，100斗，伊利益倒转来，拍倒转来，意思是讲啊，今日你可以食一顿饱，100顿后事也是安怎也毋知。你食甲袂了，100顿是禽兽呢。有人讲够影，安怎无影？你食一粒阿摩丹，哇，这个好吧？了你炖啲汤啊，上边汤啊什么啊？这个搞到上边嘅土定，无人骨，本生一个阿摩丹长。and then 你无果，你也无下肥，你也无骨头头，伊本来生阿摩丹，头本来生100粒互你，这个啦就是讲啊，伊本你保死一个禽兽100斗，你保死一个人，伊无戒的人，伊乱做的人，伊杀人放火的人，你会利益1000斗，安怎会安尼样？因为人较有知识，这条经不得听真正明。今日你若是要保持一个人，伊有5戒，你保持伊一顿，将来100千或10万斗你会赚。都本是无戒的人啊，安怎什么事安尼？因为人的知识真正悬。大妈会食到伊知识较低，今日你若是保持一个富有戒，大妈你人念5戒，迄个几百千斗，你若是保持着一个人，伊坐善了，伊有赚着一个罗汉，不得讲。无量的功德了，所以这边你看，虾米事人叫伊阿里啊？因为伊是一个位地，将来你若是保持伊10斗，你毋知几10时你要出事，大项照搞。特别本事一日应过会了，了你毋通想讲我出事不要紧啊，10时好嘅人就不要紧搞了啦，10时虾米？几百million是咱来出事，这10时是真正低的物件。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伊无明白无看，这个人是阿里亚无阿里亚，伊就要看，伊就要对紧久，伊会知这个人是清气甲无清气。这个看咧人清气无清气，对两项的看法。一项你个目睭无看，像你讲啊，伊无渐渐来参加迄个人，所以伊毋知讲即个人有影是清气无清气。嗰真好看啊！伊讲啊，有个人伊知讲即个人清气，因为伊个地位，伊讲的物件，像佛你看伊讲的物件。别个家主未讲，佛讲出来、写出来真正明。你讲啊，这个就是用地位看到迄个人是宝来，迄个看咩个人就袂知。所以这边就讲啊 ，without regard to areas 第2项，第3项 unskilled in the dharma of the areas 第3项，是无？另外你讲啥物我袂晓听。讲法。讲法是虾米？你人看，逐个这边大山较阴咧，等人切，个一条路尔。讲法是正这一条路。这个一条路会经你看，真正佛讲，一个呀喏，阿样比较为马个，实在人为输的啊，是个一条路人。对紧了，人就是清气，清气了结尾，伊脱离这个生老病死，无法条路。特别我捌听回想讲，
84,000条路。若是讲84,000条路会去立团 ，that means 佛会活，佛偏活。他那个真正济人按照讲，伊讲佛的路真正坎坷，我人找着shortcut 要去立团。咱来想看，这个三鸟三菩提安尼完全啊！伊找袂着这个 shortcut， 按这个朋友找着这 shortcut， 你往阿家下袂，佫就好款的人教啥物啊？教讲佛的话，马那会用2500年前伊讲的话，他那会用咩袂用啦？伊讲你看一条衫裤，25年前咧，他那你摕来穿会穿咩？袂穿，牛讲哇！特别这个佛法啊，是实在的物件。实在的物件是啥物啊？实在的物件袂变，实在的物件无时间。啥物是叫做实在？若佛讲啊，实在这个上句是空，安尼人听袂晓，安尼伊才买来去吃。你知无？这上句是一粒一粒叫做卡拉巴，看那咱知讲卡拉巴是啥原主，按这个原主伊讲破开起来啊，无实在，伊是力尔。咱来摕水就好，看那水啊，不要讲啊，本是空，实在是空是无半项的，是有了有这质，按今日来看。hydrogen 两份 ，oxygen 一份，掺起来啊，这个两项伊变水。实在物件是安尼，国建1 million年本是 H2O 是水，将来国建10几million年本是 H2O 是水，伊袂变的。那是会变的啊，伊毋是实在的法。这句话咱爱会记，实在。你若是对父母行孝。你定就是出世快乐的所在，无讲啊！哦，他那无了，任何王讲袂使了，到头变了。伊讲他那你拍爸母，你会去天顶。如果他那伊讲他那故事的法慢了，他那换别的法，未，这个法是自然 ，nature's law。你笑甲我笑甲你。你叫我甲我讲话好，阿爸你食饱未？阿娘我食饱了，你食饱未？了你来讲，阿爸你食饱未？真正无掉了啊！无掉啊命，这两个毋知倒落一个空空。所以这个无是这个啊，这个是较正式的法啊。你就比甲人，人就比甲你；你恶毒甲人，人恶毒甲你。这个是叫做法。nature's law， 你大量把这你福气者，这个了不大假。所以这个人若是讲看法啊，你人观点界定，你人就要用，你人看，安尼你人听伊智慧知识。咱第三行伊讲 unskilled in the dharma of the Arya， 这 unskilled 就是讲啊。伊无爱用这思念处，这个若是成了的人成1个、2个、3个，伊自己间伊有这个正念，1个落下的正念，达时加减有，2个靠较强，3个较强，看了4个啊，目睭就开呢，伊正念有，你叫伊伸手，伊伸手，伊知伊手伸。伊白头壳伊知，你人啊有当时白头壳毋知，你人要去房间要去摕物件，就甲房间，我入来房间啊，抢物解说毋知啊，毋知，这就半知半毋知，特别贪了的人啊，伊知个了，知个了，所以人看法拢总无相，所以这个。unskilled in the dharma， 这个法，圣人的法，
伊真正骨力爱来栽了一对强一对，这强一对怎么样？爱念顾这四念处，但是顾这四念处，伊就要安怎做？伊就要相信八正道。这个八正道本有一个经段之前有啊，老人来要听，册来听，几地啊？5地，老人听。八正道结起来，什么啊？界定位3项我看过了，我一项都会使啦。这项你顾这四念处，你顾这四念处就是你对紧八正道。And then 第4項 undisciplined in the Dharma of the Arya 第4項，伊講是個平常人啊 ，undisciplined 是咩啊？對戒無訓練、無教示、無愛對紀律。上個你看我人逐個漸來叫老人講修戒，真正濟人啊，你講啊修戒啊！好啦，我來啦。要這個要修戒日，唔免啦，後個日啊，後個日個唔免啦。昨日受晒啦，今農年才來啦，農年才來，年半啦，任老王交通來了，未付了，慘啊！我當愛修戒說，一點一日都無慘了。所以 undisciplined in the Dharma of the Aryas 這個我要切較明。戒有兩好款的戒，一好款的戒是 restrain 是禁 break 愛打 break， 你冇得戒要弄着人，你打 break 哦，你唔通講打腰啊，你打腰慘哦。所以這個叫做 restrain， 巴利話省話啦。而這個 restrain 啊，這打 break 這個講有了5項的路，按怎要講？頭一項啊，因為有戒，伊袂做惡。上個今日咱來講啊，這個一隻蛇入來，逐人看到蛇，你人無戒人看到蛇，咁樣夾叉來夾這個來，撲起身啊！咁樣，咩啦，你走了。嗰啲蛇本講啊。看到鬧起開禽獸啊，無走死啊！大人是安尼，特別若是人有戒啊，甚至我修戒啦，你好夠命哦！我叫你修戒，哭啦！這個就是講，伊今日會踏入，伊有控制力了，控制力，但係伊有戒，所以這個就是真正好了。第2項啊。伊有正念是啥物啊？四念處的正念會叫正念真正好，你人訓練，這邊教你人聽話。有當時你大佇厝內該講話，了你查某人飲了較無爽啊，了你要起身地，你來食莫食遐啦。奇怪啊！你作王還是我作王？這間厝。特別那是有正念，有金無的，伊叫我愛食下，我做我成個男囝呢，不要緊啦，凊彩啦，通融趁金頓啦，笑，這個就是伊會看到伊身體的氣，所以用這個叫做正念來打擊。第3項。伊戒賢了啊！伊有了地位，有了啥？伊戒賢有進步。你看一個人若是戒賢了，他等伊大部人對來時，我都講別，了伊戒賢把你起來慢行啦，去開門啦，伊大部人將解要。我定安尼關到路上呢，伊未起風，啥物事未起風？伊先個有過，你都點，你點你看啊？你行點，
这个就是讲有 knowledge 了。你人提前教个一个勘站啊，你若是大家去小麻雀啊，提前了教个一个勘站啊，讲今来去这道麻雀，买了啦，无代表你麻雀也去多了3把汤了，啥物事？因为伊教一个勘站啊，伊看一个物件是无好的物件，免想诶，伊家己买，伊家己压。伊家己也迄个，伊讲毋敢也互人，伊讲也互人害人去死啊！我家己是互这麻雀害甲凄惨了，他让我也麻雀互别人，我互伊害伊别人是通伊卖，这就是讲啊，伊有趁着也那了，有趁着利益了，人伊控制有了，控制力有了，这是第3项，第4项，武大讲，伊有人欲有吞论。因为伊啲借钱啊，听伊吐死，伊吞论啊，听个老寒，听个阿面伊吞论，寒半暝借个半暝，有时我人大啲把借了半暝寒，伊耐心吐死病诶钱，这个就是讲啊，伊这控制用这个耐心吞论心，这个就是叫做。patience， 第5项 energy 骨力，所以这个控制啊，这个 undiscipline 啊，无假事有2号款，1号款就是啊，伊要控制戒对戒，伊要控制伊，这个第2项啊，伊会晓放迄个 let go， 大部分人也是卖路。你做啥物？今日啊，我1点半了，我做啊未使，我是做咩解？你去结果，let go， 已经会做了，唔免去解啊 ，let go， 这个就是第2项诶，叫做 let go，let go，abandoning， 巴利话bahana vinaya， 这个本有5项。这个5项真一长，特别我吃了，会该个刷哦，对不？哎呀，15 minutes 个，哇！那时候我要吃这个 abandoning 叫做 let go， 放迄个，有5号款的放迄个。哎，你啥物事啊？1号款的放迄个啊，因为对伊借钱了，伊看着。去在无我，去在是名色 ，mind and matter， 这个伊放的讲啥物啊？大热心，你讲臭啊，你夸水我，啥物我，伊若是借钱啊，头一个囡仔伊看着啥物啊？去在无我，去在是这个正心，甲这个上姑娘。这个大山骹几十个会看到安尼样了，这大山骹真正进步，今年唔爱讲，今年更是济，所以这个就是啥物啊？伊若是济到这个会看到名色，mind and matter， 伊那个啥物啊？伊放迄个这个大热心，所以一个人有影去训练这个济钱，这边我人去教，伊个人就无大热。你来啊！你看，有个人讲啊，人总是有原因，结果无影无食啦。今日我来出事做好嘅人是我提起啦，天讲西洋这个查某互伊出事水，伊无西洋嗰一个查某互伊出事恰事，无原因结果无因果。伊若是借钱，伊看到，因为有了思想浮起来，结果骹才震动。因为有了需要，甲声，结果听到会精神来，所以看到拢总是原因结果，所以下见讲。
拢总无因果，未成功了。所以伊这边叫做 let go，let go 啥物 ？let go 伊个心唔着咯，心啥物？心讲啊，无原因，无结果，伊放迄甲一个相见。你若是会看到啥物啊？若是坐禅，伊会看到，万一故事是一个手哦，叫做 feeling， 一个感觉浮起来。万一故伊看到是一个形浮起来，我一个头咪兴起了，精神起来。万一故伊看到是一个声甲耳啊，哦，目睭甲鼻孔，哦，伊那都是一点点看到一个。色、受、想、行、识，伊看到快感那是五蕴啊！到伊若是看到这个五蕴了啊，伊再讲这个我无影诶，感觉起来，因为有了原因，原因是啥物？原因是。有目睭了，有目标，目标两项看着触着感觉去。目睭看着一个查某，哇，水哦！哇，伊行路可是水哦！目睭目标触落去，感觉起来，水了就爱。爱了就行动，行动了因果力有，因果力有了，爱来出事了，未走了。所以看到这个物件，一破迄角，一掂迄角，这个啥物啊？我，佢叫会是看，这个上古本无是我来。所以这边真正济，我来要讲未了，所以我到这边我明仔我才刷落这边，一项我跳互人看，了我留3、4个字互人看，爱问虾米，咱才个刷落明仔。这个经较深我知，特别若是讲坐禅的人，伊听了有路。所以到这边我 stop， 了看路人要问虾米，我要接受路人的问题。So anybody who like to ask any question, I will answer. 对我淡薄讲的本会使，还是对我无讲的路人要问本会使。Hello，各位若是咱对淡薄人问题说喏讲的迄个，大陆问题无清楚呀，请路人会使提起来问。卖失去掉这个机会，因为咱问题后当过来，唔知第时爱来啦。大陆有关系佛教的物件，大陆无明白，咱会使问。所以咱淡仔讲的经历是关于咱平常人的意思。所以咱若是爱训练到超出这个平常人的智慧呢，咱就要加问加知，安尼可能加训练。若是无嘅问题啊。Sukita hontunya teyo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eyo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eyo ita wakta chamhehi Sambetang punya sampadang Sabi dewa Sabi satta Sabi but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i siddhya Sadhu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k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Tôi chỉ lo trong bình an. Tao One, two.
Imani panca sika padani samadhiyami. Imani panca sika padani samadhiyami. Sadu. Upo se. 前面我讲教甲这个平常人，伊无讲对紧这个圣人的家事，这个阿里亚是正式一句，是咱的佛，所以无对紧的家事是虾米啊？无对的界，所以佛教咱讲，咱是在家人。 咱应该逐日要过这个五戒，因为一个人有影渐渐修这个五戒，100%伊是去天顶的人，唔使去对无样无正讲，哎呀，我就做这个就看望就这个就好咧就拜就动车，噶了唔免，拢总你甲他在活你过咧戒，在是 guarantee 你通去天顶，所以这边我正常我讲。 对紧了这个界，这个家事或者家事，而是这个界，两个方面，这个方面，伊叫你讲 restrain 就係講禁唔通做。我逐句講白話講，摩托車有 break 打 break， 想你要拍幫架你就要想，按這個 restrain 有5項，頭一項是咩啊？愛有界了就是有了這個控制。 这个控制，你看，网来是假如你要拍还是，哎呀，网假。平常时你是去安尼，我特别一个人来是受戒，咦，我今日受戒，唔通拍，一走。这个就是讲，你用这个戒律来控制做，卖做恶。第二项讲啊，佛讲啊，爱有正念 ，mindfulness， 人若是有正念，做虾米物件伊知。 那是讲啦，伊讲虾米话了，你看遐边个人骂伊，哎哟，伊去升地了，知，我就要过，伊用 mindfulness 过虾米，唔通是说讲话了，你讲话落去，输地大输了，遐边会拍到边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讲，伊控制用伊有正念的力。第三项有智慧，咱逐个听经，咱有智慧，有智慧讲虾米啊？咱啊。 爱控制，像讲人做查甫人，有当时查甫人转来，你看面后面臭，你袂使去跳啲心肝讲，死几啊！我规日咁样住伫厝做甲半死，转来也无笑，过了面后面臭，即个咱袂使讲哎呀安尼，因为虾米算？无见着伊去做 office 点啥，去做工的点啥。 头家有生伊淡薄了，所以伊火有伫遐边，伊转来了马上叫伊会笑，所以这个是智慧，不单讲啊，爱有吉善心。伊早起去做工，甲他拿来暗，了今日伊他拿转来面后面臭，我就要生字，就要讲，这个是用智慧讲，再讲啊，天无100日光，花无100日红，今日我大部人。 伊会经无得，我就较细致讲，这就是讲用智慧来控制，唔通去爱起身地，你要效果冇效果啊！这个你就要吹皮听，所以这个是用智慧。第四项，佛讲啊，伊控制伊用吞论心啊，咱当人话讲忍辱，你看要坐禅的时啊。 越听来越，他定听，他定闭，他定热，他定冷，他定爱困，你就要拍到你控制啥物啊？吞论听咗你听，我要故事要坐禅要进步，马路啦你坐禅正会进步，所以用这个控制来控制啥物啊？唔通讲气分大劲，即下若要扭起来，有个人你看伊坐禅坐落去啊！ 啊！未过伊不到来先否令一声接落去成下去哈咪啦！你按照坐禅，你突然你下去了，你伊无讲拍到一个爱困，所以用一个忍辱吞论。and then 第5项，伊讲用骨力心，and 这骨力心啊，爱做好就爱骨力，爱唔爱做好唔免骨力，因为佛讲啊。
咱的心关系像个屠杀安尼。你摕一个aquarium，一边是涂抹水，一边清气水，然后你放咧屠杀，你屠杀点点要去找垃圾水，伊无爱找大啲清气水。所以布达讲 ，mind delights in evil。咱的心，你放互你心家己走，伊点点要去走去啲垃圾的所在。你人出来看，一日卖做工，大啲房间锁起来规日，然后我卖做半项，咱你看咧卖，烧无影无食，烧虾米啊？烧哎呀，我看啊，雷头较灵淡薄。就点点多啲厝袂使啦，一半时去合一淡薄，偷开淡薄。这个材料就是垃圾的物件，伊烧安尼物件。你人出来看真正来路的呀，你叫讲唔通烧这个，你出来唔通烧，慢慢一个来，安尼虾米啊？万事心所做，材料拢总是恶的事。做这个是叫做控制。嗰一方面啊，要来做好，就是讲啊，let go 放迄个。这个放迄角是真正要紧，而且放迄角本是对5项，特别这个对5项头一项是 abandon through personal view， 这个我要放迄角，渐渐再讲我有钱，我交热水，逐人爱我唔使惊，你买我找别人，你讲给我，这个我大一拖起来，所以。这个人啊，伊会晓放迄讲，伊放迄讲，这个叫做邪见，邪见啥物啊？无正实是无这个我。你若是晓放啊，个按照样放，伊人坐禅了，伊看到名色，伊要坐禅的时，伊坐到3摆，伊9日点了，伊看到啥物物件伫起，是不倒伫起，这个不倒是色来，是物质来。气在讲是气，是心在，咱心是叫做名，佢咧不多啲气啲叮当是色，所以伊搞个这个看到名色，咧搞个这看到名色，伊看到真实，无一个我是这个名色呢，气甲落。第2项啊，伊放迄讲啥物啊？伊放迄讲无相信因果。真正侪人讲因果无影，特别伊若是坐禅，伊到甲第2个夜那，伊看到因为牙带，因为爱白，手把路才起来白。安尼你行路时，因为爱起来行，伊把路会骹才行。伊看到原因是一个思想浮起来，结果行动把路才出。这个就是伊坐甲第2个夜那，伊看到有原因结果，原因有了声，结果我听到的精神浮起来，声甲耳仔触到，听到的精神浮起来，这个就是伊看到原因结果。伊若是安尼直坐，伊拍到啥物啊？拍到讲一个无影因甲果，暑假伊要来暑假，所以伊这个就拍到一啦，伊let go。这个let go咩？放迄角，这个心讲拢总无因果，伊放迄角。有个人伊讲什么？渐渐放讲有影无？这个坐禅安尼，你就会谈到智慧。做这个是叫做疑心。放迄角，这个疑心，你直直对，你搞到一个坎站，你会看到。伊布达讲 ，He sees what is past and not past。到甲一个坎站，伊家己看到这条路对，出了这条路无对，正实，伊看到这个路是对路。所以这边大山骹的人啊，会使讲啊，30-40个讲啊，到甲这个坎站，伊知讲，这个是安怎行的路是对路。但是你看10几个伫坐甲了捌做过回上，伊人到了这个坎站，伊看到这个是正佛的路，这个唔是佛的路。唔使想的，伊家己来，伊家己知，所以这个就是伊放迄个伊疑心，咱伊有了这个看到虾米是路，虾米唔是路。咱都看有时啊，伊放迄个虾米啊，有个人啊要做恶，
无惊天无惊地，伊无惊因果个袂要紧，伊无惊天无惊地。伊若是啥物啊？骨虾米恶诶物件，伊本敢做。特别伊若是坐禅，直直我教人坐禅，教到一个坎站啊，伊点无点来讲，师傅喏，安怎我一过坐禅，我心肝跳，咚咚咚咚咚咚，上个看到鬼啊呢！去在伊教一个坎站，伊叫做买啊，惊！叫你唔会讲惊着，你讲唔是惊啦，心跳啦。叫你真正坐有诶人啊，我前下久我几廿年前诶时，我坐到个这坎站，我心跳，我走去老君厝，我做老君厝所 free 诶，虾米点啥，他们摕我 ECG 看，ECG normal， 改了 normal， 安怎我心点点跳，像我看到鬼啊呢？你要讲惊唔是惊，这个就是讲咱诶潜意识诶 mind， 感觉着讲去在世间。水的目标，水的物件是恶毒来，结尾互你苦，结尾要拖你落地嘅。怎讲啊？对啦，肉紧的物件，我爱看水水，我爱味香香，我爱食好好，鱼啊我爱听好好听。啊，大人来这查某叫你大龄啊，哎，好啦，咱若是叫你无叫你大龄啊，买菜啊。就这个个了拢总是毒的物件，大人讲好啊，是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一let go，一放迄个，这个是头一个假事。第二项一放迄个，因为伊已经这个恶，一个人伊若是坐禅坐甲300，伊拍到这个，伊毋是拍到，伊已条这个5个阻碍 ，5 nivaranas 哦。5项点点砸咱未进步坐禅，这个是啥物啊？爱对肉紧的享受，歹生地，爱困，心渐渐爱想是啥想 ，restlessness of mind， and 第5项，疑心有影无伊加这个路掉无，安尼逐间安尼后呢，安尼赢呀伊加，所以这个叫做5个阻碍，伊若是坐禅不力图是坐。伊已经这个5项未起来，若是坐萨玛达禅，伊已经个300伊会谈着阿班那萨玛迪。但是我人维巴萨那的人，我人未谈着阿班那萨玛迪，我人会谈着乌巴扎拉萨玛迪，就是讲啊，我人的精神无像个平常人了。佛教的点声，你看，你集中真正明了，你看着起到路真正明了。无爱困，无想杂想来，这无杂想来，无爱困，你目标真正明，你谈着有巴扎拉萨玛迪，逐句我讲，前下久这12年我讲，伊要来，你知讲伊要来，伊来的时你唔知伊来，伊来过了，你知讲，哎呀，我谈了一个罗汉谈了。你快乐，你欢喜啊！有当时看你目睭，目睭滴，念落昂，我 goodbye 甲你了，我无落了，禽兽我无了，五鬼我未了，这个是谈着一个，所以这个是真正快乐。不但讲，佛讲啊，这个人若是坐到安尼坎站啊。伊就是讲啊，较好业过全世界伊做王分无安尼好业，所以这个用已经这个5个阻碍，这个假事。第3个假事 ，eradication 啥物啊？切掉金迄个无做就会，无做就系虾米物件？心的毒，心的毒是啥物啊？贪嗔痴大业。干心心，有的人啊，嘴甲你讲 hello， 特别是啊，我就真知道，烦恼，他那是无问题，就甲你讲 hello 啊，这个是叫做干心心，所以这个干心心就毒的物件拢种啊，你大陆安怎洗还无？心的物件要洗，外面上古垃圾你用沙盆、用苏打洗一清气，但你心未洗。坐禅甲教育，坐禅甲你谈着罗汉节4个罗汉，这个两种无做一下了。
特别头一回谈到的是叫做道，是无是道？当人话道，马噶道。第四项啊，伊是叫啥物啊？消灭无做一下了。伫这边我要讲，路人听啊，这边啊，你看，这后的路人捌看无？滚水甲水泉水啊，水泉水较好食对无？若是路人阳面，路人无看。水泉水啊，伊较有taste，较有滋味。有时滚水正正，虾米物件做这个滚水较无好食？因为这个滚水无加温，是无加温了无加温了食了正正了水啊！你摕一个水，你下加温，加温是一个烘质的烘的气，你下了啊，伊另外好食。所以，你人食泡水甲食滚水，倒你样较好食。泡水较好食，因为啥物事？泡水伊人下加温伫内面落去。所以今日哪你看，若是一个人伊坐善了谈着道了，这道这谈着了的时啊，伊后面接进来对进来是果，按这个果的时啊，就是讲你恶，你三毒啊咪，噗！未大啲水，二手同人话安尼讲，未讲啲水的内面，咬起个了，特别咧毒有，你看这个水啊，看下咱摕一个水，我讲这水啊，安尼我古时做老棍厝我人知，你摕这个水啊，伊有这个浊，咱写一个浊是无？伊叫calcium carbonate，咱这个浊啊，如来是超甲水了啊，伊咬伫水的内面，咬伫水的内面了，你要安怎摕这个浊去角啊？真正用，你摕这个水去行滚，再滚了伊加温走，再加温走伊浊未咬伫水，伊浊结完。了大致咧大个的水底，所以你会想看，安怎淡仔我滚滚了安怎咧？底煞有沙，迄个沙就是叫做calcium来，calcium carbonate，是安尼是山上。我看路人规个学生啊，我就伫讲互人听。所以一个人因为是坐善了，谈着这个道了果是正实。何类行恶行，贪嗔痴大业干心心分断心，无惊天无惊地，这个甲了叫做恶行。噗，结果归地，安咱伊未咬伫水的内面啊，所以心变清气的心，所以你来出事，无来出事了，你心甲了是清气。假如若是讲有加减淡薄，你去出事天顶甲了，拢总是好的物件了。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这家是用种湿洗，可以未使咬分开伊做一下，所以这个水是十分完全清气。这个心你来坐善教育，伊心真正清气。350时我逐个讲，人配换路你本未起风，人巧咧改好你本笑笑，你睇去啊！即时你睇去，后时无等到你就做牛做马烦我无惊，你袂走，亮亮，就是我讲亮亮，你人无啊，人睇你物件好死鬼啊！你车弄死，互你虾米？就虾米事你去理咩？因为你的心会毒，各有治。做心会毒呢无治，真正来路的人。第5项，伊讲 escape， 假使甲你。escape 同人话讲，脱离了啦，闪开了啦，谈了四个罗汉，谈了立团，入立团，脱离苦了，无了，一点苦分无了，人做你激心嘛，无了，无激心了，人做你虾米物件无了，就是入了立团，就是讲10分的 escape 是。同人话
啊，闪开了啦，走了啦，无了啦。所以这边咱常会我教这边有剩淡薄我无讲，他那老会讲啊。平常人啊，伊若是目睭看到一个目标啊，伊会mind啊，伊会这个伊会心啊，伊会精神去知啊几哪项发生出来。咱看无，咱看到我看到阳面，actually 啊，未看到阳面，真正一项，他听我才跳人听。所以这个，看下咱落来这条经啦。你讲平常人啊，伊若是看到土，伊讲土，伊那个说若是夹一半的土，互路人看，大人就看到讲一半土。这里啊，相边啊，有60-30了，心的60-30了，知了。这个看见我听人看，你还没算。伊也未看到这半土的点啥，伊会目睭触到迄一项物件，伊有一个影，这个影，伊个毋知是土，迄个就是较清气，到伊知是土，有60-30，一个查某过，噗，达摩多赛过。伊也看到查某60了，那是无60，未看到查某过时，看到出这个样过呐，未有63。特别相平就是安尼啊，就是讲啊，伊看法是一项一项发生，所以头一项伊讲啊 ，the first impression， 你人看，真正来咯啊，那是安尼一人。该我今日个毋是回笑，今日我是一个看到安尼坐，目睭看到安尼坐，真正来路咱的看法，咱的看的路无相的，伊看到安尼坐啊，安尼坐项伊无逐项伊爱看，特别这个拢总入了伊的这个目睭。伊爱见一项，伊会专心伫向边。头伊看是 general， 你看啦，叫人家查某老阿姆、老阿姨、老虾米，伊看无 interest， 伊无兴趣。特别一个穿了红衫，穿了上古讲红，这个就是讲啊，伊拿起类兴趣。你看安尼一项，伊见回来一项，60了。大人讲无影啦，得落60，目睭是要看物件啦。安怎安尼坐人，你莫看，你要转伫相边。所以这边啊，佛讲，这伊看到土是土，还是伊看到查某是查某，60了。这个63倒落来，他听咱才讲未。看下我要讲淡薄，这个，你人入 supermarket， 你人捌看无？入 supermarket 头一季你看到，哇，真正一项，你知真正一项，呀嘞，你每个你看条秒，唔知啦，你落真正一项啦。伫这边啊，武大讲啊。你要找物件，你要找一个手指，你要买手指，隔2-3日你买订婚，你买一个，毋知 supermarket 有卖手指，我想无啦。有啊，看啦有啊，我唔知啊，我毋捌搭到 supermarket， 看啦我唔知。看到手指，然你只会看到一图，安尼坐手指，一个你看了垃圾下落伊。你精神行17点啦，17点啦，3点你毋知半项，第4點即個啊，眼睛啊，目睭耳啊，鼻孔、喙、望發動了，目標啲目睛了，所以，然後第5個是啥物啊？目睭看，這一個水哦，第5點。
叫做虾米 eye consciousness 了，人看。第六点，伊接受了，这个物件有伫目睭，伊接受了，按接受咱的mind摕来想，